现实动态哦，素食环保救地球，素食环保救地球啊！优秀的里长，他如果能够吃素得口梦圣道三宝心法，那就像活菩萨了哦，可以救助更多人啊！优秀，哈哈，嘿嘿嘿，优秀啊哈！按现实动态哦，写经用的笔，写出来的金字，这个用手机的语音助理叫 OK Google 来操作，按手机屏幕正中央那个圆圈一圈，按2、3秒。哦 ，OK Google 请搜寻超精笔哦，结果那个参考资料就有这种笔，就有这种笔，有写个活字，有藏文呢。哦，你看动态。现实动态的影片，这个特效你看，影片加万丈光芒，这个是特效怎么做出来的？手机影片点选分享，选现实动态，FB 的现实动态，然后按特效，它就会制作出来了。但是这个特效影片到底放在哪里啊？有没有存在手机资料夹？也许可以分享到 YouTube 啊、Twitter 也是像 Facebook 这样。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这个真美啊！